托進宮探病的，日日詩書禮樂，足不出戶。王后身為一國之母，一舉一動都為國之義範，豈可隨意玷污我王兄之女的清白？你的侄女若無所圖，怎麼會賴在宮中這麼久都不肯離開？日日足不出戶，只怕是在算計着怎麼張網捕魚吧。王后如此猜忌，臣妾無言以辯。我已戳穿了你，既然計窮力竭，何不識相一點，讓你的侄女趕緊離宮，免得兩下傷了顏面。這麼說，我的儀兒跟公子當的確不般配。般配？大兒怎麼會跟你的侄女般配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母後，大兒，你都說了些什麼？你怎麼會在這兒？我若不在，怎知母後如此蠻橫？大兒，哼，難怪魏夫人不肯讓宜公主見我。你惡言惡語，讓孩兒顏面盡失。你這不僅是羞辱了你的孩兒，也羞辱了母後自己。大兒，他們是在用欲擒故縱的伎倆。哼，難道母後也常用手段，看別人都是伎倆？大兒是被人掩了耳目。被誰？儀兒嗎？若能被儀兒掩耳目，我情我願。大兒，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兒？王后息怒，這就怪不得臣妾了。你跟公子當不請自來，臣妾該對你們說的話都說了。臣妾在此恭送王後。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，大約你已經聽到了。姑母，這秦宮是待不下去了。這幾日你就回魏國見你的父王母後吧。儀兒都聽姑母的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大王那邊沒動靜，卻收了那公子當的心。姑母不想有意外之喜嗎？這些年，姑母的意外太多了，怕了。若是儀兒能幫姑母將東隅桑榆都收入懷中，怎麼樣？公子當即將成人，一婚之後或被立為太子，有朝一日成為大王。秦國的社稷一旦落入公子當的手中，儀兒必定會讓公子對姑母言聽計從。倘若公子當未被立為太子，但有了這一層親眷關係，大王也會對姑母另眼相看。到時候華哥哥想要的東西也會更容易得到些。儀兒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那王后是冤家對頭，勢如水火。姑母若是通過儀兒將公子當抓住，難過的不是姑母，是王後。儀兒說的也有些道理啊。當兒，當兒，聽母後的話，母後所做無一不是為了你好。我又不是3歲小兒，難道不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？那魏夫人口蜜腹劍，你不知道她的真面目。母後，別跟我提什麼真面目，我見過這後宮女人的種種心計。儀兒是我見過最真性情的女子。你是真的被那個魏國妖女迷了心竅了。當兒，母後答應你，一定為你在楚國找一個更好的如意佳人。母後省省吧，兒臣喜歡誰，那是兒臣的事。你是我的孩兒，你的婚事我怎能袖手旁觀？那好，我告訴你，我和儀兒是天作之合，這輩子我只想娶她，除了她，我誰也不要。母後提親去吧。王後，王後，我的头好痛，快去找太医。夫人，什
什么事啊？笑得那麼高興？還不是正點的事。今日公子蕩好像為了哪個女子跟王后吵翻了，王后犯了頭疼病，把太醫和女醫治都找去了。結果太醫的一番話反而惹惱了王後，氣得王后把太醫給趕了出去。是啊，公子蕩也到了該提親的年齡了，王後是該替他籌劃了。娶親也是為了太子的位分，只怕王後那邊早有籌劃。聽那邊的丫頭學話，也難怪，那太醫確實迂腐。太醫說了什麼？王後，您六脈咸遲，應是用心太過，素日積鬱，兼心血較弱，心氣虛而生火，所以諸邪上擾，引起頭痛。宮中女人哪個不是素來鬱悶？又有誰能夠夜夜睡得香甜？做御醫的把這套車轱辘話來回說，都已經說慣了，到了王後那邊自然是要吃癟了。也不知是哪家貴女讓公子蕩這般傷心，寧肯跟王后翻臉啊，就是原來姑姑提起過的那個美人。王後，這是太醫另開的調和氣血的藥，您服用試試吧。這些甜甜苦苦的藥湯子，我都喝過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個魏夫人來了。給我攆出去！是。夫人，臣妾魏延拜見王後。臣妾得知王后與公子蕩口訣爭執不下，犯了頭疾，特地來向王後請罪。蕩兒被你蠱惑了心智，害得我們母子不和，你還上門來說風涼話。王後，你可是錯怪了臣妾，臣妾是真心來向王後引咎自責的。哼，我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還有什麼招數。